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阿里里江大里，今年几岁39岁。结婚了没有？我结婚了。自己有没有小孩？我有小孩。几个小孩啊？三个小孩。好，你以前在哪里工作？怎么样？你以前在哪里工作？我以前在马来西亚3年，3年，在阿拉伯2年，在台湾2年，在香港1年。好，在马来西亚那里照顾谁呀？马来西亚照顾谁？照顾小朋友。小朋友多大？2个小朋友。几岁？大一4歲，第二2個歲。好，那在阿拉伯呢？阿拉伯照顧誰？阿拉伯。照顧誰？公公同婆婆。好。那在台灣呢？台灣照顧誰啊？照顧公公，公公有裝潢。要不要幫阿公洗澡？幫洗澡。有沒有幫他換尿布？有換尿布。好了，後來在香港工作，在香港哪裡？香港邊度？大埔。大埔。大埔嗰度做乜嘢㗎？整潔屋企。屋企有幾多個人啊？有10工人。屋企老闆有幾多人啊？有邊幾個人？先生太太。先生太太3個仔。3個仔。OK， 咁啊點解嗰度係做咗1年啊？大埔嗰度點解做咗1年？因為我的媽媽死了。咁你識唔識煮餸？我識煮餸。識煮咩餸啊？我識煮餸，中國餸，蒸魚、蒸雞蛋、火湯、火粥、炒菜。你食唔食豬肉？食。豬肉喎，babi喎。makan babi？食。你吃？唔食。唔食，但係我食豬肉。驚唔驚狗？我唔驚狗。嚟香港照顧 BB 得唔得啊？得。照顧公公婆婆得唔得？得。OK， 好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，謝謝。好。